平来看社会新闻，惊险的场面，警方要约一个40岁姓李的毒品的通缉犯，去嫌犯伫高雄燕巢的所在呢，想要到这个嫌犯呢拒绝这个临检，过来塞车要弄警方的警方车，原警不得已呢，请背起来向嫌犯的汽车链啊呢拍9枪，将人为车顶边救落来了，甲扣掉咧，并且查扣现场，这个安非他命、甲海洛因等等的这个毒品，这个画面即马已经公开啊。对链啊连续开9枪，警察冲入面体抓人，车顶的嫌犯为着被砸击，油门催泪，一路北去想要冲出围捕，远警赶紧开枪将人炸落来。嫌犯车驶里4家弄着警方车，佮险啊去弄着远警是哪闪哪开枪。嫌犯走无路，警察命令伊落车。40岁姓吕的毒品通缉犯有毒品案，分别被判4年加2个月有期徒刑。为着装锁回倒房，继续伫高雄咧被盗。远警11号到高雄的燕巢区埋伏查缉，嫌犯拒绝临检，佮加速去弄警方车。远警对链啊连续开9枪，惊险掠人。正确、大胆、合法使用枪械。对空及朝旅险所驾驶之自小客车轮胎连开9枪。警方当场查扣安非他命、海洛因加枪支等等，依照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枪炮弹药毒害防治条例加妨害公务等等的罪嫌，将人移送警班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